米做家。请讲创作嘛？那全部还是讲啊。啊，有点哈嘿啊！安尼佢创作有挑好啦哈。万台英雄千秋名。形象不错。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向下來，見總，出擊！今日呢廿幾個冠軍比賽哈，哎，今年就會產生一個月前3名咯。哦，前6名啦，前6名，前6名啦，可以進入到總決賽。對，反正也全部都前6名以內咪。係啦，好啦，哦，希望大家今本日就有當好嘅成績。加油！積分賽比賽規則，每禮拜有無同樣嘅主題，參賽者自家選稿嘅，經過6禮拜嘅比賽，累積分數最高嘅前3名，就可以進入到贏冠軍嘅比賽。今晡日嘅評審先生有葉家樹先生、齊水飛先生、齊水飛先生、羅基利先生。講下評分嘅規則嘛。有，今日唱到老人家嚟講啦。哎，葉家樹先生。基本嘅規則咧。前提邊嚇，做嘅我慢歌，然後夾嘅歌，兩首歌夾腔下唱，哦，先慢歌，然後嘅唱歌嘅技術全部表達出來，將來夾歌，氣氛帶出來，情緒也轉換如潮。主要是愛紅會，然後才表現出來，馬上做冠軍嘛，對，來加油，黃先生，今日先做到當獎啊！哦，因為等下要頒獎，因為等下行出來頒獎，所以要做下4分對。該演都卡最贏到最獎我都拿出來。對。好，格有請 TV 沉水評委咪呢？來文作帶來培養老選題。來，等我啦。因為阿公嘅關係，我就參加一隻比賽，一路衝到最後一關。基本日我咪去衝本幾趟。相信幾多天當，一天做得堂到，希望我親愛嘅阿福哥。
阵一风哦，阮爱的心惊跳。是是个爱，相爱有你强下。嘿，讲伊恨不爱来走阮伊球球冲冲，真心永久通的做伴。无助洒洒酒杯，看到影的身影。你浅浅的笑容，不再爱心感动。脑部天梦讲有伊呀，不爱孤单难耐哦，所以不提烦躁的爱。所以不提懵懵的爱。所以不提想你的哎呦哇，嘿，讲罗大哥好，你好慧君姐好。好，讲满的转弯，我吃的我当然嘛，紧张哦，紧张啊。错唔错嘅？来错唔错嘅？哎，有2句哦。按家创的后尾条夹的歌的，上礼拜咩翻讲创咯。嗯，哦，唔知道你创较好听，还是创较好听？来唱太好听。各有千秋啦，各有千秋，嘿啊。来选堂公平好啦。好了，公平来，那位先生来讲。叶嘉修老师。好，那实在讲啊，你讲他唱的最好，我也是觉得，因为这个节奏，这个掌握是很不容易的哦。那他的感觉都很好，啊，除非他唱的太欢喜了，嘿，突然间就把那个前面的句子又把重新再来一次这样。夜风吹影嘅跳那么，流了一阵一风哦，阮爱的心惊跳。港波要给你鼓励的是说，很棒，不管成绩怎么样，然后完了以后错了。完了以后，他还是继续下去，而且很正常的把它完毕，这个是不容易的地方哈。不管怎么样，给你掌声鼓励，好。谢谢老师，不简单呐。这样子，嘿啦，不管用的啦，神经用哈，反正迄个是讲卖模拟前3秒，喊100再过来啊。好。反正也不看你全部按支持你唱歌对吗？对。哎呀，记得比赛加老公主身兼母职呢，带生意呢有冇嘿啊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们先专业当中抽。好，按这些。等一下现在要统计分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安尼按这些哈，好，我来撒了。翻共观影带来一撒，然后把灯关上。哦，来弹看啊。一路上比上来呢，关难过，关过。虽然最后的分数有点难过，但是一路上认识很多喜欢客家歌曲的朋友，很开心，也看到客家歌曲的多元化。希望待会带来的组曲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离开爱概念，爱的心比松啊，不是有连连。离开一年，想你一年，到来时到来见，用啥怎会相见？爱像平然化作一声梦魇，飘啊送啊抖啊，送到你的身边，见你一面，想你一遍，会不会有可能也今年还会相见？想你年年，想你千万遍，无奈何不从的思念。想你年年，想你千万遍。
奈何缘，你有啥无言？才爱恨，你也袂。看你啥？离开爱改变，爱的心比松啊，母子留恋恋，你快一年，想你一年，会唔会有可能也今年？含袂相见。巴拉巴巴，你过的世界老不点点，巴拉拉巴巴，莫个巴条讲讲的粗松，记条讲个假话，留地做本你尊重小吧，走吧你走吧，纯故事为老爱走伴，清香半夜3点，是中的听他不爱心跳，不奈有个一样，有主把开讲做满有天光，相会就过过去，也一样三天爱天黑，故所谓天气啊，不你呀呀突然爱梦都。走马该你公公夜吧，让你的思念一年不出给的，有白公了，为救出我，爱唱雄狼，你个。罗大哥、安姐，哦，结果的芒果对你来讲有摩擦了哈。有啦，有差吗？有差。有差哪里？因为你在节目当中，跟之前芒果也有唱过，结果也有唱过啊。你说在实力派的。对呀。哦，就是这转折的时候还是要多练习啊，对啊。多练习啊。哎呀，对，罗大哥，你今天留这个小虎队的发型，有点好帅哦。谁容许你 Q 这个的？不要，我们不是主角是你。主角是你。对，把握最后时候，对。你是干嘛？因为他怕也不能够再讲，是不是？对，能讲。你刚刚有出问题吗？感觉有出问题。有啊。好像蛮明显的哈。看有嘛？唔对的，来看一下这位老师哈，来。这位老师。好，范强。先生望伊啲咧几比赛，特别都搭摆都本你当多嘅惊喜，还有搭摆嘅表现都本你当多你冇看过嘅嘢。企喺舞台当背，我知道喺60特别都最有明星去一个高数线数哈。我先讲。哦，那你讲有啲水都。其他咯。冇，我意思讲，佢最有其他嘅超級有，还有第三名数当有，冇咁樣嘅有。哎呀，慢咗呢，超油，还有猪油。好啦，我意思讲，其实我看到佢，我唔知啲那一些开始，可能你平时对你嘅要求较多，
本人标准较高，因为你是自由生，故说讲你本人有的时间，你有一点点撞墙的感觉了，心动一开始看到会反强。不过我拢会讲的嘿，你第二集节目底边度，你做好，你立下了一个当好的典范，除了弄这个比赛，你每次都挑战那个。觉得不可能，连我们老师都觉得不可能的。我爱受的还同好的精神，还有我觉得你客家世代上无安养型的上，来讲以迄客家嘅性，超冇朝这个方向发展，我觉得蛮好。我很喜欢你的爆发力。那最美两首歌曲当然表现得同好，我拢讲记得咯，充满个时间，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好冇？不管像一个失恋，也像我卡人。张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再柔软一点放出来。无奈何缘你有啥无言，才爱恨爱恨一样歌有同多种，人上没有同多种，尽量去发现，好冇？不管今变成尽量扮演，都什么低调一句按精彩表现，什么意？谢谢。好，就坐在呢啲当坐一下。我来杀来。李文贤带来唔知老摇滚麦酒。好，终于走到最后一集了。那今天呢，我是带着非常轻松愉快的心情来比赛，虽然是冠军赛啦，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，因为这样一路走来，我也认识了就是蛮多唱客家歌的朋友。那这一季比下来，我非常的开心。那希望今天表现呢，可以非常的顺利。
失就冲散过的，重新头不会开啊。讲嘛个美女水通路，伊自也藏那水面。每处爱着有情话耶，爱你也情话彩虹啊。讲嘛个美女水通路，伊情话比酒更加香。是那句爱那是爱，主呀嘛将爱那才把爱才落在那白哟。哦，有 feel 有 feel， 温馨啊哈！吃豆鸡呀，两礼拜跟慢歌的唱都懂有 feel 嘞。双礼拜没有，哎，这个礼拜的慢歌好有 feel 哦。然后跟那个快歌，这个有个麦就虽然那个后面那种真假音，那个飙高音，还竟然还飙上去了。他切换频道很准确的。对啊，现在就要飙高音了，飙了，飙上去。哦，我们都没 Q 到，他就变成这高音样。我就想到黄明志没了。那个红包。好。啊，创作样板，哎。今天偷下梁叔哥那个偶像的歌。哦。不如就让他自己处理。两首只会罗国立老师写。艺术啦。艺术吗？有个麦就不是也是你写的？有个麦就是阮克勇老师的。你唱过了。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捧场哈，反正好听的歌你都认为是你的偶像写的就对。好，文心，哇，首先要感谢你选的这首《唔迪》哈，我自己都快忘了这首歌嘞。你今天唱《唔迪》这首歌，我觉得你把我想要说的那个故事说出来了，真的。我一直都很喜欢，我一直在说我是一个很会唱故事的人呐，但是我不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，我都喜欢把我的故事唱出来给我的听我的歌的人听。那你今天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？还有一个地方我要称赞你，就是你今天选的这两首歌，我觉得它的连接很棒。你想想看啊，从一个很悲伤的故事，一个女生你要去忘记一个人，好不容易多年以后忘记了，然后某一天又想起他来，然后心情一转换，来喝酒吧。喝酒之后，我们心情放开了，然后就会把前尘往事都忘掉了。那当然，老师们把这个中间的桥段 bridge 做的也很棒，从慢到快，那个过门过来，哇，一气呵成，很棒。那你唱摇滚卖酒这首歌呢？其实你的 power 有出来。这首歌其实它需要的就是一个 power， 你要毫无忌惮的去把这首歌唱出来，把 power 全推，火力全开，就是这个就是摇滚卖酒可以把它唱好的一个地方，恰恰是你今天做到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慢也好，快也好，这两首歌你都把这个连接点做得很棒，所以我今天给你的分数也不会很低，很棒，加油，文心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希望4位老师的分数都很高哈。对啊，现在因为分数还蛮公布出来嘛，哎呀，所以先这边然后休息一下，让你们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我现在放得很轻松，我没有想太多。唱完了啦，对，好了，
你爱后面的紧张了。耶，紧张啦！加油！好了，加油加油！好了，先回座休息一下。啊，下来。潘一涵带来真正的自由，嘿，老 Let's go dancing。哦，你等下可能要跳舞哦，你看看哦。跳那么溜到从哪里？飞到哪啥？飞到哪啥？雅的嗓比较甜美，所以在声线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落差，所以你在掌控它的时候，你的空灵感不够。声线好 Q 哦，我都好希望有那个声音。因为我不是客家人，在练唱的过程中，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。那也有很多朋友帮助我和鼓励我。今天是最后的决赛，希望可以有好的成绩。潘一涵，加油！
好好听啊！这个主题其实蛮好的，前面就是让长水仔稳稳的表现你的歌艺这个方面，然后最后面就嗨，所有的压力都嗨掉。问题是要看嗨不嗨得掉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。哎呀，有的人就嗨不起来。你嗨得起来吗？没，他算嗨。有啦，可以啦。有啦，自嗨，他蛮嗨的，只是那个刚刚那个谁，文竹啦。文竹他慢歌的时候不不一样吗？看电影的金行金夜，就没有这样。他后来唱快歌的时候还是那个表情，但是有动了一下。好发挥吗？慢歌快歌，做得啦。对你来讲，会唱歌都没有差。但是天生有那个唱歌的细胞。对啊，他天生就有这种唱歌的灵魂，奇怪的哦。唱的好不好？他驾驭的好不好呢？我们慢演，来自花莲的徐世辉老师。这2台车，请问一下开的好不好 ？OK， 一涵，其实我觉得你很有勇气啊，因为以前亚述国真给往后冲，因为他最擅长的是他那种空灵的感觉。好，不过影片两个嗓比较甜美，所以在声线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落差。所以你在掌控它的时候，你掌控这样的类似这样的音乐的时候，你的空灵感不够，所以会显得这首歌你想要表现出它那种应该要有的那种空灵感，我反而觉得被你压缩了。至于 Let's Go Dancing， 我倒觉得你做的还蛮不错的。我喜欢，其實我知道你發現，尤其係就係遺憾哈，從頭到尾呀哈，一直表現出來的就是那種 happy 這樣的，然後所以唱亞述國的懂對咪，就是有一個比較可惜一點點，你好像尾音收得不太好，差一點點，有點小走音。OK， 好，不過亞述國真嘅懂後啦，哈。你会去选这首歌，我还是给你很正面的肯定。OK， 好，沈梦欣赏。好，安子姐哈，分数蛮公布啊，等下让我公布。但是也哈佢像礼拜排累积分数也挺高分哈。好像算吗？好像跟其他参赛者差不多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的分数都差不多吧？都很接近，差不多。那个哈利明说。差很多，是他自己差很多了，别人你自己跟人家差很多吧？好了，先回座休息一下，好，安姐姐，好了，杀了，差很多的来了，哈利明带队先后水老斯蒙尼，好，来喊过来，也是最后一摆第二场舞台表演，知道懂唔判的。不過本來來參加比賽，就是希望學習更多嘅客家歌曲、老客家文化。不過最後一擺嘅比賽成績樣板，我一定會繼續傳唱客家歌曲。聲音好像大，台音的好像大，上大。天王唔係打到音就本應打，阿公帶去演壇作台禮嘛，聲音愛學秋水，到台來爭袂降水，先好水，阿 Q 帶頭學跳水。沙流江老下江莫海娘數，秋水愛天外米水，外米水漲外江水，先好水，阿公教你學米水，一早沙古得到貪度窮電米。調兵出出調謀生，調兵反反調沙班，阿爸調灘頭，阿爸調灘尾，調謀精就淺灘。
渐渐雨水，阿婆做下一僵尸，阿公讲伊险险速度太愈慢。是梦里，哦阿妹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？哦阿妹是梦里啦，是梦里啦，是梦里啦，是梦里啦。带你去三度看法。开满规山嘅头发，法术下跳舞，法术下功法，年牙齿就像发安帕，含伊的头发真快给下注，眼流沙强下右手，爱对你自由情又有心，以爱爱从头到尾。Yeah， 哦阿妹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？哦阿妹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？哦阿妹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？哦阿妹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？啊呜哦哦哦哦阿妹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？哦阿妹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？哦阿妹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，安子谁啦？阿妹什么你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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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你？耶！哇！太可爱了吧！我靠！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？哦，你看刚刚给他挑的时间哦，哎呀，对吧？你们是怎样？是被感染，被感染了啊！在等那个啦，奖金。奖金。对。我真的懂好唐李聪跟陈永涛老师的歌哎，那是很有弥陀，那个声线好 Q 哦，我都好希望有那个声音， Q 哦，真的很 Q 啊，像面条一样。给他 Q 哈 Q 没什么你啦，什么你啦？唔咩先 Q 啊！哦，我的腰。A B C D 给他 Q 有吗？很 Q。很 Q 哦。Q 的很舒服。伊迄歌词里边都有懂到客家文化，所以我知道好嘅时节会好多懂到东西。哦。还有海陆腔这样。对对对。懂好高嘞哈。冲动样板唐先生光片，来那边先生来讲，来。一直修了，一直修了。啊，先问你，先问你，那个里面吼，俺头一摆，唐栋宇真正开始唱歌的时候，你某老公的位置提高了，亲吃人就会唱歌。让我第一次，我怎么会到最后一次才真正把你的实力表现出来？这有点奇怪嘞哈。渐渐雨水，阿 Q 带头福跳水。渐渐雨水，这首歌我也唱过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像刚刚史峰哥讲的哈，我折手，哎呀会上哦，幕后的表演真奇怪哦，金大松啊，实在讲，从比赛到现在，你都顶不会真正的把你的那个实力表现出来。每次呢比完，我就会去骂你说，为什么你练的时候跟唱的时候是不一样？
不然冲国歌你就要记得说，随时要保持平常心。我都冲国要比赛的时候就开始紧张，就把整个共鸣位置都提高了，按后给掌声就抹贴的哈。我是觉得今天你的表现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很满意的，很满意的。谢谢。好，是这样。啊，分数应该不错。以下累积下来分数一路。硬冇可能，冇可能，唔啲講排到啲度係咪？硬冇上運動，就上打敗來衝就分分鐘來。就上數就走嘅啊！真，講真咧啦，伊難得因為佢一名主持人，對呀。但是其實希望發揚客家文化，所以來都安尼節目，從我們大家談。動感心呢？係啊。什麼你啦？什麼你啦？好了，謝謝，現在邊當我走好。好，上來。主評員誒帶來。轉到戲棚下留千秋一名。好，嚟談我啦。今日限量65歌曲，唱我轉到我聲藝世界嘅成法，為到今日嘅演出，我花更多時間準備，希望等一下會俾大家看到無窮嘅眼，請大家繼續看下去。着戲棚下，以春春風風嘅現在，打扮做戲，鑼鼓輕鈴響朗，聲調將出發，聲音打電揭露，真情已淚花，回憶留下，做盼流灑，轉到頭擺戲棚下。願意愛情以來，讓也該是也罷。一條狗衝出一幅畫，發呆雲落一夢把風來下，看否該故事慢慢在心田發芽。條款嘅將將嘅呀哈，將你來做一年下個年啊。幸福嘅故事，慢慢嘅在心田發芽。河上用邊緣風跟風風也起，滿天風雨中一土地。太不向前行亂世中正後戲，為家比共負正義。你犧牲為保護你，於是戀愛太過鬆閉。夢想嘅沙場人嘅土地，浩然之氣永不敵。你嘅忠義永留天庭，你嘅分票化作光明，團台英勇是為生命，團台英勇千秋名。忠義永留天庭，你的分票化作光明，團台英勇是為生命，團台英勇千秋名。千秋一名。
帅，红毯三帅啊！哎呀！形象。你哎呦，两位有相当于也团表演哦。对。也很多马改鼓。这是教前鼓，就引领这个神明的鼓足操来哦。那这两个小屁孩是？不是啊，小男孩，小男孩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朱玉安。你也是姓朱啊？哎呦，他是我侄子。你侄子？对。哦，姐姐的小孩。连侄子都拖来了。对啊。那个也是吧？哥哥的小孩。这是哥哥的。而且祝你了哈。谢谢两位了哈。谢谢你们。好，赶快回家读书了哈。这个真的很酷。创作样板的唐先生的公平啊的，那边。这位老师。彭军。真感谢你对咱比赛的重视吼，包每俩两三次来，我你看得出，你除了抢分的心态之外，我知道你上一啲俩两三首的歌曲底杯，尽量让大家认识你。我觉得你的心，进取的心还有热情啊，本100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看到你第几季的时候来的时候，之前非常嫩的时候，不过你转去之后看。都根本你算是结业式了，我知道你进步真紧当多，不管今边表现样板型，我要对本当好的肯定，好冇？也不管成绩怎么样，我没当期待你下摆这个转来的时间，蜕变更新的朱鹏云，还有记得哦，自己的 key 要抓好。正要将出发，声音打电起路，专冲一雷发。然后气的部分要练好，你大鼓的气是有，唱歌没一定要有气，要练它好的位，好冇？好，沈梦妍表演，谢谢你。好。你听到了哈，参拜有几米我知道，所以我就好好表现了。对，今天真的让大家这个眼睛一亮，还有这方面的才能啊，懂我啊，懂真。对啊。先专业当中抽一下了哈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谢谢。对。等下再看有。这个是传家宝了啦哈。带好。等下再看T都名了哈，看你 T6名啊，T5名。应该是 T6名。竟然酸了我呀！好了，没有给哈。好，这边亮草好，谢谢。好，也6位已经匹配了哈，也都在分数样板，2次样板很低。酸的来宾可以抽啊到好杯，20米的嘞。按照抢欣赏来统计一下个分数，分数马上出来哈。经过安尼欣赏统计以后，也安尼名次分数也已经出来了哈。哎呀，按这个夹夹像安尼海军来公布一下，今边T6名系乜人？T6名呢，我哋来恭喜朱鹏云。好，一语成谶哈，你本身也290分，总分加起来544分。哎，谢谢。好，来退后，麻烦你退后哈，就是站在海军旁边就好了哈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好嘞。再来公布T5名，恭喜范强军营。佢今边分数係91分，总分加起来546分，恭喜。T4名係乜人呢？我哋睇下來恭喜賴文竹。佢今邊分數係92分，總分加起來555分。恭喜恭喜！好，多謝3位哈，係啊，雖然冇到前3名，但是唔怕，慢慢的來哈。看100有幾位，好像隔壁旁邊坐，後面企啦哈。來，3位好朋友企唱下哈。而家剩下3位啦哈，係啊，加啲好杯調康牙嘅分數。不行，這樣我們要保有驚喜感。莫住莎莎。好了，也下公布
第3名的是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哋大家嚟恭喜第3名哈利明。恭喜哈利明，今日的分数是96分，总分改了558分，恭喜！来公布，按第19届第1名是乜嘢呢？这个可怕了一匹黑马，我哋嚟恭喜一個嘅第1名潘以涵。这个分數是94分，总分改了565分，所以今日第1名。但是李文琴呢，佢今日分數也特別高，96分。96分。所以佢總分改了564分，所以佢得到第1名。第1名。恭喜3位，恭喜！好，我就來頒獎啦。好，來，有請到徐世斌先生來頒第3名獎品。謝謝。再請這位老師來頒第1名。文琴，好，恭喜！好，葉家書老師，葉家修阿公來頒冠軍歌手，恭喜！謝謝老師。偶像再請羅國立老師來頒萬人園的獎金。恭喜！先生辛苦咧。好，3位有乜嘅發講嘛？立明你先來。立明先。與其說比賽，還不如說來練學習啦。老大家講下做朋友啊，來學樣去唱客家歌曲，因為老自家表現得較好，所以真見知道自家有當到進步一樣，所以真見當感謝。謝謝。也還有年度嘅比賽啊，哈，也希望準備好些來，好好地拼啊嘞，好嘛？安子謝謝。哎，文心，來，有什麼話要跟大家說？我謝謝老師們給我的肯定，然後就是這次回來，除了就是老師覺得我進步以外，我交了這麼多好朋友。對，我覺得這一季人他們都超親切的。對，然後就是我很開心，我進步1名了。對，我上次季冠軍第3名，然後今天這是第2名，我很開心。哦，上次你第3名啊？對，我第3名。哦，後來有參加年度嗎？好，對，然後年度被淘汰了。被淘汰哦，所以你又再捲土重來，對不對？那你現在朝年度努力的往下走了哈。好，來，我們請依涵。我們的冠軍，哈，季冠軍。謝謝客家電視台，還有各位評審老師，還有樂隊老師，就是因為我其實不太會講客語，也聽也不是很懂，對。然後這一路很謝謝所有幫助我跟鼓勵我、支持我的朋友。然後我覺得國語是台灣的語言，然後閩南語也是台灣的語言，原住民也是台灣的語言，所以客語也是台灣的語言。我覺得我會唱客語，我覺得我很驕傲。謝謝您。謝，真的當小安的節目哈，有原住民的朋友來比賽，還有拿到安好的成績，真的恭喜你哈！希望做得推藝道。來對發揚一下呢客家文化，本人原住民的朋友行得多年來接觸到呢客家歌曲，好嗎？好，謝謝你，謝謝你，恭喜3位，謝謝。好，那我們暫時先退一下，2位。我們退一下，現在你不要退，你留着，要有氣勢哦。好，要有一點那種拽的。不一定啊，看你要用什麼表現都可以，你也可以用很甜美的感覺。都可以的，不用，得到第1名了。哎呀，恭喜安尼潘以涵得到安尼19屆嘅冠軍寶座，安就邀請佢坐上安尼美棉在寶位，恭喜！哎呦！同樣嘅人咧，傳統組積分賽清明禮拜吼，還有太監吼，偏強很啊呀哈！坐到幾片咧，安尼沉水朋友，那位有個榮幸坐上安尼美棉在寶位吼。哎呦，喂，見咗嘛？喂，要升級咯，要升級咯。好，接下來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咧。蒼永年先生。李
李秋霞先生、罗英英先生、赖彦真先生。今日唔是讲规则，好，唔是讲规则，唔是讲主题，好，讲规矩。主题啊，哎呦，主题哦。耶，安尼参赛朋友请讲的，主任看，三个有三个字，有平板，平板，还有落山歌也排的哈。又要搞墨菲定律。对对对，看一下的，请讲的出都乜嘅东西哈。好，安尼好搞咯。来分享 TVB 参赛朋友来到陈麦强，来。哎呀，麦强子，三太跳唔较强创乜嘅？三個字。三個字啊？係。怎麼會講三個字？講奧運唔好。奧運奧唔好啊？一開始學三個字嘅創乜嘅？創平板。平板三個字老練創。老練創。係。啊，但是，就創唔錯啊？哦，下擺平板我呼啦多三個字。哎呀，講真嘅你有呢？哦，係，就喺安尼海選嘅時間吼，我帶了乜嘅？啊，帶了平板，結果創啊三個字。好啦，阿你真係可以喺麥強子今邊要出到三個字啊！我做啥嚟出？好，出到哈，先唔看，葉陽基，也冇出到先唔看。先本記，嘿，三個字啦，吼。係。我揾嘛。做得完未？做得。可以揾啦。誒。做得冇？一個人就100幾分，揾了幾分？啊揾嘛。13人100幾分揾咯，好嘛？啊揾嘛。唔得揾嘛？冇。考天。考天咪揾。冇。那個除了三個字能用辦？就創啊。係咯。反正有分數啊。就變啊。就變啦，嗬。好啦。嘿，咩三個字嚟？啊，落山歌。帶來落山歌。做得嘛？做得。好，安尼譚麥強子帶來落山歌嚟。以前啊，我讓媽媽看個鬧熱大擂台，讓強亞看。你下媽媽呢，愛到電視機前面看我唱山歌，當歡喜哦。希望媽媽到電視機頭前，讓我加油。個菜刀，買菜先啊，兩人就是手兩雙，有水叫那，放手心肝了。成年哈，大家哈，哎呀，女生不用强孙哎哈，唱得哈如释重负啊你哈。
比多呀哈，按多礼拜了，有乜个感想？有哦，嘿，感想真大。有哪感想？嘿，我买咧紧张有名神都梦是啊。俩舞台制作单位帮我俩机会，神梦欣赏帮我俩机会，帮我做嘅创作俩哈，真嘅，来当跳，嘿。创作好嘛？这下知道给你。诶，唔知诶。唔对啊，哈，唔对啊，我们欣赏，我们欣赏咧。你唱高中功哦。哦，好嘞。苍永先欣赏。今日梅强手指创呀乐山歌，创来青春。今日大家上嘅两土也有啦。不离过今日，你有部分嘅地方，係咪可能較注意到嘅？就講所有特技面嘅前面嘅上啊，要較早的喂。兩人又是難得的嗰個要得位我揀長鹽嘅素材，係要辦法揀較長的喂，揀加一些嘅，係咪會較好？好，什麼？加油！好，安子先，好，哎呀，今本日吼先忙看分數，等下前面也在度公布，好，可能这排名都剃到名啊，好嘛？好，安子先哈，安子先，先回座哈，先归因呀，阿弥陀佛了哈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来杀下来。庞真宠。好嘞，欢迎郑trọng包来到舞台当中的。哦，西装都做出来了啊！好，没有，准备了2台奖的啊！好，请讲创作嘛个？那全部系都讲啊！哎呀，你客气啊！安尼去创小跳好啦哈！不如徛甲这3台跳你知道吗？他讲出了嘛个？三国志，那么强用哦。系啊。唔讲三国志迄种，为什么？人都无好哦，歌声啊上唔去啊。哦，啊唔全好哈。无全好啫。无全好。系啦系啦。啊，人都无好，爱创其他无问题就做。个上个大咩？哦，三国志要上啊。哦，来上去吼。系啦系啦。哦，安尼看，按住保佑其出到平板屯落山歌。侵犯咯。注意了，先摸宽。好。好了，这里用回来。啊。阿爸嘛。是我拿，出道就好了。你呢？你拢怪公平哦，有我的机会哦。对呀，我爱一撒撒你的，对吧？冇上班？唔是啦，真的冇上班？系啦。我 healthy 哦。我啦按耐你啊，反正老鬼都唔得啦。同魏强这样啊，出道都不易，是吧？啊。系啦系啦。哦，安尼来恭维啊。出道嘛，给你。落山歌，哦，这个庞真宠把唱落山歌。陈新梦老热大擂台，提供了节目，我还有机会来了表演长山歌。同时啊，陈新梦喺培养一路嘅支持喺做台北嘅录影，还也感謝親戚朋友對我鼓勵。山歌唱，有何谈难？各自了。
人真长心不了，想着那后上上那。我们学表演好，知道这个冲动样板，完全冇。做对了啊！管了，这边管了精彩了哈，系啊，下下服服啊！哦，真种把真的一路唱来哦，讲真的分数也好，做个上2礼拜，感冒嘅上山系啊，再同个分數嚟嘅，一大爽。唔係啦，運氣唔幾乎好要啊，誒，係啊，跟唱到也很多禮拜，要乜嘅感想？哦，感想啊！我是講對啊17歲啊哦，要一隻舞台上面對啊唱歌啊哦，我感覺到非常好啊，定係客家人啊哦。很第二點呢，就講我也非常感謝我也啲嘅工作同仁啊哦，非常嘅謝意啊，辛苦啊哦，我非常感激佢啊哦。香港我嘅蔡凡先生，呢兩位主持人啊，係也真辛苦。我嘅蔡凡先生也讓我啲講還多，哦，教我啲用辦嘢唱，我學得多我就學住啦，咁啊，家咁學，冚唪唥要機會學來，我要做啲唱嘅啦，誒，先非常羨慕佢啊！而家已經都講得獎感言咧，係啊，唔係啦，要先講啊，要先講片來。好啦，哦，係啊，講出真係有環境真當好啊，哦，當溫馨啊，我哋一隻唱歌嘅舞台咪，對咪，嗱，哦，好，安尼唱到樣板啊，嗬，安尼先聽一下先生嘅講評，係，出下先生，芳太哥。根本音樂上又恢復了，唔過我面上表情從容會緊張啊！而老山歌韻味，今日唱得非常的好，唔過請歌先啊嘛，你歌詞錯唔錯？你知我點啊？提示機後面上你唱得好上上，好上上啊！還有薪火相傳，冇薪火，薪火，薪衣裳，讓上。所以你呢，隔壁呢牛師嗬，薪火呢一隻是最初要是你後面上做了後上上，誒，所以你也會多少會上降多分數哦。啊，唔怕嚇，看隔壁其他歌手會讓你嘛，喺冇讓你是。看到做得阿鳳講，我做得錯到雞尾毛啦，係啦，加油！好，安先，好，分數10萬塊哈，安先做咩當中錯啊？辛苦了，休息下來。我你講啊，念阿彌陀佛嚟啊！要念現在。好，來下一位係乜嘢呢？喜米勇。好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兩位主持人哈，唔講乜嘅？唱到山歌全部當戲份。就所以說心中都唔講到晒。唔係唔講啊，是有幾個感情在啊。哦，每一種跳嘅都要夾嘅感情嘅，所以每一種跳嘅對你嚟講都冇困難。唔係冇困難。我感覺安尼問好啦。最上愛出道嘅。老山歌呵。老山歌。好，嚟。本處一下，看你咩老山歌嚇。最上嘅出道。哎呀，我點嚟走唔知㗎，仲有咩無關？哦，中間呢，下嚟。阿媽嘛？冇。冇啊。唔會揾啊？係 Ken 最好揾哦。我冇一本老多。
其他讲其他乜係啊？落山歌。落山歌。比較好發揮它那個。唔可以啦，應該當我發揮啦，唔可以揾人嚇。唔係。好，安尼就可以嚇。出到乜嘅？平板，做得嘛？做得。好啦。做得好。當簡單嘅平板。好，來彈細米用，不是細米用創嘅平板嚟。搭拜嘅比賽，我都千用心嚟準備，不知不覺已經到最尾一關咧，也完成陳太高嘅心願。是學生嘅本愛嘅支持，還有工作人員嘅本愛嘅鼓勵，非常嘅羨慕，愛大家。安尼乒都壓下來吼。哎呀，心對有乜感想？非常歡喜，因為我完成個陳太高嘅心願，還有去到啲舞台，大家都對我安好。工作人員還有評審欣賞嘅指導，本來進步當多，是夢。還有兩位暗帥暗將嘅主持人。哎呀，紅毯三帥，你開玩笑。還有你嘅樂師先生全部當正道。我老講佢帥啊，佢演導，佢演導到哪？你冇做頭創啊？也可以做唔得行去安尼嘅影評，安尼嘅金曲獎嘅安尼時尚界，哦，伊脖子一出來了呀，哦，不得了呀，馬雞雞都。講演導咧，紅毯三帥，三帥四帥的帥。我來同先生講評，好嘛？好，謝謝。英英老師，好，呢種題仔嗬，我感覺呢一路比賽，韓國來越擺比越擺場嘅很下順暢，韓國睇得出嚟，睇得出呢個榮幸，嗬，就係呢本來一開始嘅上，嗬，就動獎，所以動聲音，不過兩日係呢唱歌比賽，相信如果去到呢個位所，嗬，因為應該相信嘅音頻比較高，嗬，咁樣喺市場唱起來呢，就會入到音可能上嘅表達唔過冇到位，好唔過我主動呢一擺比一擺喊下好，基本呢呢從你係平板非常嘅順暢，好我感覺當好，所以係講真嘅本到建議，好因為歌詞係你自家寫嘅嘛，好係我建議啊，好你最每一個升級結果，好係講升級分數係唔係？分數嘅數，嚇，嘅數烏跟撈結果嘅果，嚇，嘅潤味係唔係？知道感覺一下係唔係分數嘅數，下好來入，好韓國升級，好你只節呢，我感覺呢材料只入當個
莫讲老去冲到当奖。神迹路见那个，心莫烦恼。这个还顺的，我感觉了贵数界讲其实冲到1万人呢。沈梦先沈梦怡。哦，安尼是羡慕看文书啊哈，好嘛？先坐到个。先坐一念安尼的心经。心经，唔准念，我妈你别没有，我妈你别没有，我妈你别没有，我妈观自在菩萨。啊，好来，撒下来慢点。托云峰。好了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，来，开讲出到嘛来。落山。发扬了文大法。开讲出到嘛来。平板吧。好来，可以因为俺讲后关系这平板都会从三国志从平板。对。来，公安海选的就会赢。撒下来慢点。托云峰。好了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来。开讲出到嘛来。罗山歌，好来，对，可以哈，看还没出到罗山歌。好。墨菲定律吗？哎，你不要那么会演，好不好？怎样？目睭小可大。来，哎，奥巴马。应该爱问哦。係啊，唔怕啦，係啊，公平啊。公平啊？係啦。咩？一生要100萬的機會啊？哦，唔好啦。唔係啊？係啊。就同家用。係啊。唔好講安尼冇叫我。係啊。講真咧，每晚。每晚。確定每晚。係。專門解擺，奧巴馬。唔每晚。好。那麼有志氣。看佢出道係乜嘅？羅山歌。晴天霹靂啊！沒關係，沒關係，坐得啦啊！唱下去。啊，好，好嘞，來吧。遠方期帶來羅山歌來。羅山歌。參加農業大擂台都厲害，雖然難度高、挑戰多，但是我學習到當多舞台嘅經驗，大家鼓勵係我進步嘅動力。底下最每一關嘅希望我有最好嘅表現，希望大家。擂台比賽，難度高難，主題有。變化。
为就考试咯，较强落山歌。一点点而已。对呀，哎呀。一点点，还是稳稳的啦。哎呀，还一稳啊，一稳啊，基本上都唔会唱嘛。没有啦。哦，来，唐先生来公平嘞。好，来，您郑先生。今年唱的吼，人生本来就已好啦，但是呢，就讲有一点点的建议係嘛呢，就講像日天語嘅微音嘛吼，人哋要收個較弱一啲啲咧，吼，微音數微嘅時節啦吼，戲啊要收個弱一啲啲咧，吼也要注意啊。主題呀，變化挑戰都其實真係提起提爆了，現當嚟唱，固然呢表戲表上啊，小可嘅變一啲啲咧吼，莫按呢按太含出來，所以人微音就會較弱啊。但是呢，我要見面要學弄呢係嘛呢，千萬不要記啊，宣傳文化用嘅咯，唔會用貼士啊吼。所以一多人比賽呢，唔敢貼士啊，係嘛咯？貼士喺個創山歌地方呢，一個最相當高嘅一個技巧啦，用咯。而那本地嘛個咯。文理調唱，貼士落去呢，就會有嘛咯，增加佢一啲歌詞嘅壯烈啦。一點我就一傾聽啦，所以今日當然啦，比賽按機會去啊，我相信呢一出唱都今日嚟講法，主要就有啲啲嚟講，微音要看弱天機嘅時節，嚇，所以講你要注意啊，嚇，因為要不唱50時嘅時節，人家就呢戲一天都提爆啦，然後用嘅戲一天要小小個接一下，好，冇講清標啊，冇翻微音唔會講啦，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，好，係，安尼先問坤無師傅，好冇？先下伊飲掉佢乜嘅，嚇，可能飲乜嘅。飲阿彌陀佛。係啊，可能真真啊。飲金剛劍好啦。好嚟，沙嚟那邊咧。劍鋒。好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嚟。大家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去改先戴上那個哈。銅髮你頭都當紅衣。這是真的假的？假的，那個泥巴做的。泥巴做的。泥土啦。泥土哎。泥土喺度燒。啊，泥土。較強出到嘛個？我球都差唔多誒。差唔多3種做唔？3種都差不多啦。差不多爛還是差不多啊？都普通。都普通呀。謙虛的。都普通啊。安尼較強嘛個啦。平板吧。平板，好來，可以。因為我講學嘅是這平板就會從山歌子，山歌子從平板。第一句就會從平板，第二句可以唱到山歌子。我講嘅海選的就會以。哦，真的。哎呀，安尼來可以啊，講平板啊。平板。好來，可以哈。還可以啦。可以嗎？就運氣還不錯。哎，你現在運氣還不錯啦。還沒有，還忙出走呢。運氣還不錯。運氣還不錯。哦。那比賽就會運氣啦。有上過班冇？50萬的啦。50萬啊！哦，超到馬界就衝馬界吧。超到馬界就衝馬界吧。好，你好，好嚟可以哈。恭喜劍鋒姐。平板。啊！莫非定律，莫翻版。剛好，用按度吼。來2個了哈，我們再期待下一個。下一個希望也是怕什麼抽到什麼。來，睇安尼啊，劍鋒姐帶來嘅平板。來農業大擂台比賽，本愛學到當道好聽嘅山歌。希望觀眾朋友不管你係咩客家人，讓我強下來學習呢客家山歌，留佢發揚下去哦。心马了。
哦，如何？如何？如何？终于唱完了。啊，翻译啊，哎呀，好搞嘛，比到呀哈。很好玩，很好玩。用板好搞。玩到细胞死掉很多。哎，就像安尼，每礼拜六安尼比赛，那隔天好像通来做生理嘛，哈。还是一样4点就起来买猪肉。哎呦。哦，专业安那咪去全部摔到嘛个安尼吼。系啊。哇，咪辛苦。啊，你今日唱到样板，还要唐先生来公平，好嘛？来。唱永兴先生。金峰小姐今日唱的平板吼，係因為唔會強散係冇，故所以有多少嘅較無按順。不過你本身嘅條件真好，人嘅嗓真好，故所彈起來彈係真好彈。喊一般有機會唱歌嘅時就要注意吼。因為我哋帶下嘅安尼嘅耳機吼，當清楚聽到歡喜嘅聲，吼，係咪你講唱一句愛歡喜嘅時節，吼，上一方法嘅也嘅麥骨頭莫按鍵，莫全部聽到，歡喜。好，還有吼，你唱親密嘅論述樣嘅樣。你填的音填得真好，不過你聽一句音愛講的時節來講，就冇辦法填按好。啊，有可能你出力過頭，嗰隻講師唱到唱歌，那我愛配熟比賽嗰隻賽事樓嘅熟，有兩隻詩唱到嘅面腔要皺皺嘅人哋嘅上面，那我發揚文化嘅文是文本身冇落去。吊起來，你本來文唱到以後，你要個音要拉佢牽過起來，嗰隻文詩本人彈到就會變溫嘅，嗬。其他應該係你算清楚。好，謝莫先生，好，安子先，好，安子嚟先問看本書啊，哈，哎呀，先做畢業當搓手嚟。好，謝謝謝莫大家，好，謝謝。安子先，哈。好，嚟沙哈人那邊呢？羅風飛。好，晚陽來到舞台當中。主持人好。好。因為面看有人愁容滿面樣嘅。一大禮拜攏安尼啦。係嘛？大禮拜都上特色啊。因為講不出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黑姜出到乜嘅？羅山歌。羅山歌。剛剛你就來出羅山歌。可以，可以，羅山歌。冇跳過哪本愛啊？冇啦，我哋馬唔掂那種啊。唔掂那種啊。隨便。已經兩位講到乜嘅都出到乜嘅啦，哈，看係咪？看係咪有福氣嘅人？隨便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3個字的呢。啊！要不要換？好唔好嘛？做對方啊？唔怕啦，我千米良。啊，真的？千米良都抽天牌，就會認成。反正衝好衝快也冇效嘅，你知道未啊？誒，某一天因為耶穌歌嘅有冇？我咩衝好啊？係啊，你就叫我多錢。我媽媽都看啊。哦，你媽媽點來看？電視台。哦，電視。不是啦，不是電視台。你媽媽電視台看。哪一個長官？電視機。三隻詩誒。三隻詩。喺羅山歌，喊起3個字咧。恭喜哦！3個字，做對嘛？卡數啦。做唔得冇法度。嚇！你即係講羅山歌做唔得，3個字嘛做唔得。咩做唔得？做得。好來，湯風飛機帶來3個字。來農業大擂台比賽，經歷了人生無可用嘅經驗，每一關呢
目界都唔驚，3萬衝是速嘞，加油！做得吗？他讲比到呀哈扮演人哦，冇看到人不看人啊。没啦，声音啦。声音全冇看到。不是啦，我有2个儿子在外地工作。哦。一大拜转了就来的，妈妈呢？弟弟就说妈妈去露营，他说哦。去梨山还是去那个亲近农场？啊，不是啦，妈妈去那个客家电视台录影。他就上网去，他就那个YouTube，然后就看到我，就把我唱歌那一段哈，就放在那个 FB 上面，跟他们同学秀给朋友看。对，他就说老妈唱歌唱到电视台了，唱山歌唱到电视台。那我看到我就给他回说。儿子，谢谢你认同我唱山歌。因为我讲嘛个，哎呦，娘妹，我唱安尼歌啊，他唔唔会啦，唔会用当好弹，当好弹。冇啦，佢讲当好弹，当好弹。好啦，好弹之后，来，唱到一下嚟，听一下欣赏的公平，来比先。唱下欣赏。其实你嘅音质真好呢，唔过你冇讲利用你嘅音质嚟发挥，你大概唱歌是动态上都该喊。你像那三高字，你唱到 A 麦和 C 调是短高音，最高音是咪的音嘛。不过你第一句的时间，那个线高非常重要。三高字哦，第一句、第三句最后模现成有三上八上的，因为万里用就带下来了。你为了周韵是熬章，冇错，为了周韵你是沉下来，冇说掉起来。还有客家腔哈，你说了客家腔，注意了，客家冇错，2只诗是讲说客家人，不过你后背个加只腔诗是客家腔，冇客家腔，你念起来是冇顺的，还一言完毕一言腔，我哋一言完毕你就带下来嘅，可惜咯，你上咗的发挥啊，你讲冇发挥到你就沉下来咗，所以非常可惜哈。所以客户喺有機會都進來，唔好緊張。人來看電影嘛，係嘛？三個其實以後談哦，因為客家人真嘅看天一家，因為客家歌唔會輸好多歌，也唔會輸國語，所以一家看天，尤其因為客家電視台有啲鬧嘅大擂台嘅平台，俾大家發揮，大家好好把握，來報名，展現你嘅實力，加油！好，謝謝先生。好，係啊。反正欣賞一種港片的啦，哈比走來吼。
冇啦，啊，意思因要过的。冇啦。好啦，先做咩当好错哈。也哈全部冲突的，冲突了以后，按做抢先让统计一下分数。哦，安尼马上按做来公布，安尼所有名次。好，等一下哈。一下成绩已经统计出来，手卡定下呀哈，名次一定下片。我一个嘛就，我个有啊！你之前抢朱慧娟啊，海军队公布一下，根本日亚季的第6名系乜嘢？第6名，恭喜庞真聪。哦，你分数得到91分，总分加起来549分。第5名呢？恭喜第2下嘅罗凤飞。你今日的分数係94分，總分加起來咪講549分。好，恭喜第4名嘅陳美強。你今日分數係94分，總分加起來係557分。恭喜3位哈！第4名第5名、第6名，同樣嘅549分。但是安尼分數係同下禮拜同上禮拜加起來，所以平均分數安尼龐真聰哥嘅分數較大，所以下擺嘅分數名次都排到第6名。恭喜3位看樣咩安尼鬧熱大擂台亞季嘅前6名冇簡單嘅啦，恭喜啊！恭喜！剩下3位啦。呀，3位都係萬人，我係今日嘅冠軍，做咧場上咧避免在保位，安尼搶安尼海軍嚟夾個公布啊嚟，嚟！恭喜第3名吳建峰。恭喜吳建峰，而今日咧講得到94分，總分加到560分，恭喜！10分恭喜！先來公布第1名，大家來恭喜！希米勇哦，今日分數係95分，總分加到564分，所以得到安尼亞季嘅第1名。第2名咧就係安尼涂元峰，佢今日得到95分，非常高嘅高分啦但是總分加起來563分，差第1名差1分點點。一點點。恭喜3位！恭喜！來，先頒發第3名嘅季軍呢？吳建峰，恭喜！來，立秋啊，欣賞頒發第1名。有請蒼永平教總頒獎冠軍希米勇，來現在欣賞頒發。5萬元的獎金。5萬元獎金。好，謝謝老師們，好，謝謝。歡迎嘛。達到你的目標了。好嘞，安尼先搶第3名嘅哈，來感謝哈。感謝大家吼，本來有倆機會咧，倆變學生哥，我想真快是學生哥吼，東南東北上學，一直到發現說，安尼的善歌吼，非常的不簡單啊，4句話就可以教人家那個情善呐，吼，還有行好啊嘛個吼，而且當有意義啦，所以我學到吼，當認真來學啦，吼，來學到來倆鬧熱大擂台來比賽吼，我知道本來你有隻舞台吼，當好啦，我當歡喜。恭喜你哈！安尼請第2名嘅雲峰姊來講一下感想。感謝呀鬧熱大擂台，你有咧這個平台，本來就學創成果，發揚安尼嘅客家文化，真好。謝謝評審老師的指點，還有要感謝我的老公，一路都支持我。還有我嘅同學，所有家攏係加油嘅，幫忙我嘅，希望大家。安子生恭喜你啊！沒用記，不簡單哦。還有希望大家最先愛希望所有嘅評審老師。
祈禱本愛到嘅志頭，希愛到進步最大嘅力量，也祈禱啊當善良。你有乜嘅問題問佢，佢也會回答你。你也本愛真感心，因為我唔係客家人，我做得創嘅客家歌嘅，我感覺非常嘅歡喜。神蒙大家對我按照顧，還有神蒙嘅工作人員按辛苦，一個樂吹先生，神蒙大家。還有沈蒙羅哥這麼帥，俊姐這麼帥，真係冇簡單啦！帥又美麗。唔係客家字體，吼，伊啲外省字體做得你啊，變到安尼冠軍，也冇簡單。佢一來安尼節目比賽過幾下擺嘅，哎呀，天一擺，天一擺咯，唔要記產人哋啦，因安尼唔少存啦。係啊。但係真主要，人家感謝因為要統一嚟比賽啊，感謝人嘅陳泰國，陳泰國嚟完成他的心願。對，好，有人就有請安亞季嘅冠軍來坐上里面在寶位，恭喜喜美哦！哦，今日嘅節目真係很好看哈！當然，自家歡樂自家愁啦哈，係啊，三家歡樂三家愁。唔係要佢感覺誒，每天天一名、第三名冇歡喜嘅，結果咁我本來都係拿到第一名嘅咧。冇啦，唔啊，反正前三名啊留得，嚇，安尼還有年度冠軍嚇來拼嚇，啊後尾先6名嘅。下一陣還有機會，好來表前3名。係啊，下一季再過來，嗬，係啊，嗬，大家有安尼勇於挑戰的精神啊，好嘛？加油！啊，我相信還有當多電視機前面嘅觀眾，嗬，要想我來比賽，暗點要報名，嗬，拜託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2。係，等一下就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沒有多謝辛苦的評審欣賞安子謝，謝謝。是夢長水長，恭喜哦！辛苦小家，謝謝謝謝。好，當然今日非常感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呢，每條收看呢，鬧熱鬧熱台，鬧熱講下來，拜拜。